接收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一个34岁妇人来到新北市芦洲这间诊所生囝，无意外子宫火母煞大病火，查甫红仔出世无偌久就无命，妇人甲担也有性命危险。厝内人来到诊所也银纸抗议，诊所方面嘛出面来说明，咱这回来听医生上新的讲法。是生产毕竟是有风险的，我也不是神，我也没碰过，因为当我们决定要开刀。然后划刀进去的时候，2分钟就看到娃娃的脚跳出来，因为子宫破掉了嘛。那个我们都有用做成那个影音档，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嘛，都可以录嘛。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提供给大家。因为我已经今天早上清晨3点左右，我已经到派出所去做笔录了。然后我也把那个资料提供给检方，然后让检方来做调查。那这个其他的细节我就不再详述了。麻烦各位到就是今天就是那个让大家花时间到这边来一趟。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最大的用意，应该是让我们社会妈妈怀孕能够安心。其实我在脸书上有 po 一篇那个说我是一个专业的医生，我到底专业要怎么写？要写说，哎呀，照相这个超音波做得很好吗？还是说这个抽血很厉害呢？我就想了，我的专长是不是这样写？妈妈安心进来，孕妈咪安心进来，宝宝健康生出来，我们国家富强发大财。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做到。那大致上，我觉得，因为现在。媒体朋友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其实事情的真相，我是很诚心诚意在这边跟大家解释。我很欣赏林志玲小姐她说了一句话，希望我们的真心都能化成世间的美好。这个可以，我不想再讲了。